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，以及在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到教会来，要来寻求神，要来经历神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圣灵，请你来。要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会当中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从头来，圣灵，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再一次来呼求圣灵啊，圣灵，请你来充满我心，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。圣灵啊，我好爱你，我的灵让你牵引，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。我要追求你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要追求你主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再一次来说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要追求你主，我将生命献给你，牵引我更亲近你，你大能更新我灵，无人能与你相比。主，我仰望你的容颜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在灵与真理里。我们这个时刻一起安静我们的心，在神的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圣灵，天父上帝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寻求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跟帮助。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单单来寻求你，祈求神你与我们同在。在今天的祷告会当中，我们要祈求圣灵带领我们一起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，
主，我们请求你，让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会当中，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们要再一次来看见神你的大能，要在我们的教会，要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要在我们所有的信徒当中，都要有神你的荣耀，要彰显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祷告会，我们要再一次来寻求你，也要来遇见你。求主你来恩膏陈牧师的口，让他所释放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在犹太人的传统习惯，太阳下山就是一天的开始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新的经文。好，那就是在历代志上的第26章。在昨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提到很重要的教导，就是大卫所设立的这些利未人，他们透过诗歌，透过写歌，他们在讲道，也在传道。所以唱歌也是讲道和传道，唱出上主的信息。好，请大家一起说一次：唱歌也是讲道和传道，唱出上主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要慎选诗歌，好，我们也要认真来唱诗歌，让每首诗歌都能够唱出、传出、讲出上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利未人，他们按抽签分24个班次，每个班次都有12个人，在约柜，也在所罗门将来要建造的圣殿当中来服侍啊。所以昨天我们看了25章1到7节，讲到了设立音乐的侍奉，这是从摩西的会幕到大卫的时代所第一次看到的。而25章的后半段讲到如何的分派工作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按评分，都能够很公平的来分派工作，不会多不会少，而是刚刚好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的26章，讲到了在圣殿当中，大卫也预备设立守门的人，由谁来担任呢？也是利未人，同时还有看管这些库房，里面有各样的宝物。等一下会讲到有哪些的宝物，也是谁来看管呢？利未人。而且还要有一些的行政长官，还要有一些的领袖，由谁来担任呢？也是利未人。所以利未人在圣殿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从我们24章读到，这个利未人分为中间最重要的是祭司，是亚伦的后裔，分了24个班次。所以在前天当中看到，就是亚伦的后面2个儿子以利亚撒、以他玛的后代，来承接这个祭司的班次的角色。而昨天25章看到这些诗歌音乐的敬拜颂赞者呢，大概一起参与的有4000人啊，而当中有288个人，就是24乘以12，他们是重要，是师傅，是师傅。所以是由利未的3个儿子的3个后代，亚撒、希曼、耶杜顿。耶杜顿又叫做什么炭？以探很好，叫做以探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只要愿意读都会有收获。而他们来担任这些音乐的侍奉，包括要写歌，包括要唱歌，要诗班。而今天我们会看到呢，是守门的人，或是看管圣殿的人，也是利未人。看管的分成东西南北库房和走廊，那也有4000人。所以今天会读到了，就是由利未人革顺、歌辖，照理讲还有一个米拉利，但是呢，我们只看到这2个革顺和歌辖分别在3个族长米施利米亚、俄别以东和何萨，是属于可拉的后裔和米拉利的后裔，来担任守门的看管圣殿的人。好，所以这是米施利米亚，是可拉的后裔。还有呢，在我们昨天看到的希曼，也是可拉的后裔，这都是属于利未人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好，请敏哲长老先带我们来读26章的第1节到第9节。26章第1节。
做圣殿守卫的利未人所分派的工作如下：可拉族有可利的儿子米施利米亚，是亚萨家的人。他有7个儿子，按长幼次序是撒加利亚、耶迭、西巴蒂亚、耶提涅、以兰、约哈南、以利约乃。另有一人叫俄别以东，上帝赐福给他，他有8个儿子，按长幼次序是示玛雅、约撒拔、约雅、沙甲、拿坦叶、亚米利、以萨迦、比乌利泰。俄别以东的长子示玛雅有6个儿子，俄德尼、利法义、俄贝德、以利撒巴、以利户、西玛加。他们在族里都是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他们很能干，尤其是最后2人特别能干。俄别以东一家共有62名很能干、能胜任这工作的人。米施利米亚一家有18名能胜任工作的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1到9节这里提到呢，就是可拉的后裔当中被挑选出来做圣殿守卫的工作。好，那特别我用几个颜色标出来，就是这个可拉的后裔呢，是特别由这2个米施利米亚和俄别以东来担任啊。特别是俄别以东，我们在2个礼拜前的主日讲道当中，讲到关于俄别以东在圣经当中其他没有地方出现。但是在这里呢，又再次出现。好，在16章我们读到俄别以东，好，然后呢，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讲到俄别以东，现在来到了26章又出现这个俄别以东，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好，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。好，那俄别以东在这里的介绍，就是上帝赐福给他，而且俄别以东有几个儿子？8个儿子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的长子又有6个儿子。好，所以他的长孙就是有6个长孙。对，他的儿子里面又生了6个长子，又生了6个儿子啊。那这些人呢，跟他的孙子都很能干。好，特别是最后2个，好，这些孙子都很能干了。所以俄别以东全家呢，总共有62个人，很能干，能胜任这工作。加上米施利米亚，好，他们一家有18个人，加起来是80个人。做什么呢？做圣殿的守卫。要知道这些呢，都是大卫还在的时候，而且是所罗门还没有开始盖圣殿的时候，大卫就已经安排。俄别以东，我们从历代志给我们的资料，还有撒母耳记下来对照，知道呢他是加特人，好，他是出生在加特的地方，好，是属于非利士的境内，但是呢他的血裔是利未人，好，在历代志上15章就提到他的族谱。而呢，在历代志上13章，大卫要迎接约柜的时候呢，好，约柜在他的家，好，就停留了3个月。好，上帝也赐福他的家，还有他家其中所有的都蒙上帝的赐福。而在历代志上15章的18节、24节提到呢，俄别以东是在约柜门口的守卫名单当中。在历代志上16章，好，讲到他是这个唱歌的耶杜顿的儿子啊，好，耶杜顿的儿子。然后呢，今天26章提到俄别以东总共有8个儿子，加上子孙62人，都在做圣殿服侍的工作，所以是非常的蒙福。而且呢，最后圣经还说，他跟他的子孙都是善于办圣殿之事、能干的人啊。所以俄别以东默默无闻。好，我们有讲过，俄别以东这个名字就是以东的仆人，一个利未人。好，但是他为什么被取名字叫以东的仆人？好，或许有他的背后的原因，有他的其他我们不能知道的这些的故事。但是呢，他因为成为一个看守约柜、欢迎约柜，并且他也没有像那时候这些人去偷看约柜，他能够遵守分祭，以至于上帝在3个月内祝福他。所以3个月内祝福他，不晓得是什么事情，但是这件事情传到大卫王的耳中，所以大卫才会再去兴起念头，要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来读。好，这个是可拉的后裔，有2个族长，他们来做圣殿的守卫。
接下来是米拉利的后裔，好，有一个族长也做圣殿的守卫。我们请敏哲长老带我们来读第10节到12节。第10节，米拉利族有何萨，何萨有4个儿子，申利，他不是长子，可是他父亲立他做领袖。希勒家、底巴利亚、撒加利亚，何萨家族共有13人做圣殿守卫。按照家族，圣殿守卫分成好几组，他们被派在圣殿担任职务，正像其他利未人一样。好，所以刚才是可拉有2族，而米拉利有2族。可拉是谁呢？可拉就是哥辖的后裔啊。好，所以哥辖然后革顺、米拉利，好，这是利未3个儿子。好，但是在这里出现了哥辖的后裔跟米拉利的后裔。好，少了谁呢？好，就是革顺的后裔没有在这个圣殿守卫的名单当中。好，接着我们再读第13节到19节。13节，每一家族不管大小，都以抽签决定要负责看守哪一个门。示利米亚抽到东门。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个精明的参谋人才，抽到北门；俄别以东抽到南门，他的几个儿子抽到储藏室；舒聘和何萨抽到西门和上一段路的沙利基门。守卫的任务按时间分组，一组接一组。东门每天有6名守卫站岗，北门有4名，南门有4名。看守储藏室的守卫每天也有4名，每一座储藏室2名。靠近西边的廊房有4名守卫在路旁站岗，2名在廊房看守。以上是可拉和米拉利宗族被分派的守卫职务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第1节一路念到19节，知道这在讲这2大家族啊，就是可拉代表是哥辖。跟米拉利，好，这2大家族，他们被分派守卫的职务，谁派的呢？好，就是按照大卫的规划、大卫的计划。所以大卫甚至在东西南北，好，这4个名字呢，用4种颜色，好，在圣殿盖起来之后，好，大卫的蓝图当中，好，就是这样，东边有站6个，北边、南边、西边都站4个，好，而且呢，他们是代表他们的家族。然后呢，是用分派的方式，好，来看守圣殿，而且圣殿当中呢，好，都是由利未人，所以他们却是全时间的来担任。这样的派法呢，分派方式呢，就很像今天，好，如果我们去到英国，好，这些的英国他们王家的卫兵，好，他们所要站的，好，也是一样，这样的传承下来，都是从圣经这样传承下来。这些的王家侍卫队，好，他们就是全时间好在王室当中，所以大卫把它好成为这个大卫王朝跟圣殿好把它结合，好，所以也让这个敬拜的中心呢，也成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，好，是要分别出来，好，是不能够侵犯和冒犯的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3D 的立体图看到，好，东门好就是圣殿朝向东边太阳出来的地方。好，那虽然在大卫他还没有盖起来，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想到，好，东边呢是由示利米亚好的这个家族来担任，北边的门呢由撒加利亚的家族来担任，而圣殿的西边的门呢是由何萨家族来担任，南边的门呢就是由俄别以东好的家族来担任啊。好，所以又再次看到俄别以东好，他在东西南北当中好被分派到重要的位置和岗位上面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好20节到20，好，这里面好讲有2个是可拉的后裔，就是东门、北门。另外2边呢都是米拉利的后裔，就是西门和南门啊。好，少了一个革顺，好，少一个革顺。好，接下来再请敏哲长老带我们读20节到28节。第20节，其他的利未人管理圣殿宝库和存放献给上帝礼物的库房。革顺的儿子拉旦是好几个家族的祖先，其中包括他儿子耶西伊利的家族。拉旦其他2个儿子希坦和约尔管理圣殿宝库和库房。暗兰以斯哈、希伯伦、
和约薛的后代也都分派到职务。摩西的儿子革顺那一宗族的细布业是圣殿宝库的主管，他跟示罗密有亲属关系，因为他的祖先以利以谢是革顺的弟弟。以利以谢生利哈比亚，利哈比亚生耶筛亚，耶筛亚生约兰，约兰生细基利，细基利生示罗密，示罗密和他家的人管理所有献给上帝的礼物，包括大卫王所献的，各家族族长所献的，都有各宗族的领袖和军队的官长所献的。他们把一些从战场上掳来的战利品献上，作为圣殿维修之用。所有献给圣殿之用的东西，都归示罗密和他一家管理，包括撒母耳先见所献的礼物，扫罗王所献的礼物，尼尔的儿子耶尼尔、亚尼尔和喜路亚的儿子约押所献的礼物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前面一段呢，看到这些守卫呢，大概有4000人哦。而接下来这一段呢，到结束呢，好，做圣殿库房各样的管理呢，有24000人。好，24000人让你分派他们工作，哇，这个当老板的一定很开心哦。好，有2万多个人，好，可以派工作给他们。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呢？好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宝库，还有很多的礼物，还有很多的黄金、银子、铜、铁、木材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前面的经文所读到的。而在这里呢，主要交给2个家族，所以刚才说革顺的家族没有看到，好，在这里出现。好，在这21节和22节哦，就是革顺的后代呢，好，有一个叫做耶西伊利，好，耶西伊利，他呢就是负责好在整个看管这些的库房、圣物还有仓库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暗兰、以斯哈、希伯伦、乌薛这4个兄弟，他们也是哥辖的后代。好，暗兰呢就是摩西亚伦的爸爸，他们呢好的后代也被分配好这些利未人也要看管，而且呢主要是在哥辖的后代啊。这里有讲到摩西的孙子，摩西的儿子，摩西的孙子，其中有一位呢，在26节啊，示罗密，示罗密呢，他要看管的是什么呢？好，就是28节那边所写的，所有献为圣殿之用的东西，都归示罗密和他一家管理啊。所以虽然的宝物很多，可是要进入到圣殿呢，好，是由摩西的后代其中一位叫做示罗密，他和他的家负责管理这些宝物。这些宝物呢，还有包括当时候先知撒母耳他所奉献的礼物，扫罗王奉献的礼物，亚尼尔的奉献的礼物，约押奉献的礼物，好，通通都在示罗密的身上，他要保管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的一段，29节到32节。29节，以斯哈后代当中，基拿尼亚和他的儿子们被派负责行政工作，管理档案记录和为以色列人处理纠纷的事。希伯伦后代当中，哈沙比亚和他的1700名能干的亲属被派管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一切宗教和民政事务。耶利亚是希伯伦后代的领袖。大卫作王的第40年，对希伯伦后代的这一家族做了一次调查，发现这家族英勇的战士都住在基列境内的亚谢。大卫王从耶利亚亲属当中挑选2700名能干的家族长，派他们管理约旦河东岸，就是吕便、迦得和东马拿西境内以色列的一切宗教和民政事务。好，那最后这一段呢，讲到利未人当中，好，又有3个重要的人物。好，那以斯哈呢，就是摩西亚伦的叔的后代；希伯伦呢，也是摩西亚伦叔的后代。好，他们分别被大卫派行政工作，管理档案记录，还有处理纠纷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和本好翻成士师，
和这个长官哦，好，他们要负责掌管调停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叔叔的后代呢，摩西亚的另外叔叔后代呢，就是要掌管约旦河西岸，好，就是在这一边，好，西马拿西，好，这些的一切以色列支派。而在东边呢，有3个支派，好，有2个半支派，是从这个希伯伦的后代当中，大卫作王的第40年，其实就是大卫要被主接去的那一年啊。他发现呢，在这个希伯伦的后代当中，有一个英勇的战士。他虽然是利未人，好，他应该要在圣殿操练服侍，可是呢，他也很勇敢、很强壮，甚至呢，他还能够打仗。所以大卫呢，指派他，好，让他挑选2700个能干的家族长，去管理约旦河东2个半支派，好，就是吕便、迦得和东马拿西所有的宗教民政事务啊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继续用这张图。好，前面讲到祭司，好，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人，好，在被掳归回的祭司就有1700多人，好，但在被掳之前的祭司可能有4、5千人。而送战的呢，好，有4000人，守门的有4000人，而管理圣殿之事的，就是管理圣殿和圣物的，就是收藏百姓奉献的礼物，还有收藏分别为圣的战利品，好，来自于撒母耳的战利品、扫罗的战利品、好，约押的战利品、押尼尔的战利品，好，他们都被分别为圣收藏起来，好，这一批有24000人啊，分别交给这2个领袖。耶西伊利和示罗密，好，这个都是可拉的对不起，他们呢，好，都是这个哥辖的后代，好，哥辖的后代，而最后呢，又被分派成为官长和士师的，管理约旦河西边和约旦河东边，好，这里有6000人啊，而这分别交给这3位：基拿尼亚、哈沙比亚。耶利亚，好，耶利亚是大卫最后发现的一个人才。他从一个圣殿的宗教工作者，好，也可以做文官，后来发现他可以做武官，到后来他把东边约旦河东边，好，都派给耶利亚来管理。好，那这一篇，好，在这一段的分配当中，其实它是一个记录，是一个历史文件资料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。好，我们挑一首。昨天我们讲到很多这些利未人写的诗篇当中，好，我们挑一首84篇。这是谁呢？可拉后裔的诗。好，可拉呢，他们就是做圣殿的守卫。好，可拉党在摩西的时代一大半都被吞掉。好，因为他们反抗摩西，可是他们的后裔呢存留下来，而到大卫派给他们工作做圣殿的守卫呢，好，他们怎么写诗呢？他说：“万军的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”红色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好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好，在诗篇当中的细拉，好，它代表是一个休止符啊，它是一首诗。唱到这边呢，你要先停顿一下，要先来消化、默想，好，这一些可拉诗人他们写的诗歌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可拉的后裔当中，好，他们非常的喜悦，非常的愿意能够在耶和华的殿宇来服侍，哪怕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起来。后面呢，又继续讲到红色，我们再一起来读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是这一群利未人他们所写下来的诗，就是他们多么向往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他们想要来圣殿，来山上，好，来这个亚摩利的山上来朝见神。这个人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他们虽然经过流泪谷，但是上帝让这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，还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每个人都可以到锡安来朝见神。所以可拉的诗人又说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；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好，在红色再请大家来读：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
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好，这些利未人28000多人是30岁以上啊，总共38000人。那如果是再加上20岁以上呢，更多。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支派、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他们要来到锡安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讲，好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，甚至能够在上帝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的支派、别的地方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！所以他们是把他们成为圣殿的守卫这件事情呢，是一个对他们来讲非常蒙福的事情。因为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啊！所以这些当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之后，这些祭司，好，他们就要穿祭司的衣服。没有穿祭司衣服的呢，就是利未人，他们都在圣殿的东西南北左右、外院、内院、圣所。在这边来他们只能够在外院来服侍，不能到圣所里面，因为只有祭司来进去。但是这一群的利未人，他们的心中所写的诗是：在神的殿宇服侍一日，胜似在别的地方上班工作千日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，虽然不是今天没有利未人，但是我们要效法学习利未人的心志，能够来到教会服侍一天，胜过在别的地方工作千日。阿们。宁可在上帝的殿中看门，也不要在这个恶人的帐篷里面替他数钞票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向利未人的心志来学习啊。今天这段经文，最后用两段好来做一个结论。俄别以东，上帝赐福给他，让他一个好像这个流浪的孤儿，好，他的意思就是等于是这个以东的仆人，好像就是我们今天来自于菲律宾、来自于东南亚，好这些看护、这些外籍移工一样。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光棍，但是上帝祝福他，让他一口气有8个儿子，后来全家有62个人，而且这62个人他们都在音乐，不论有没有在音乐，有在音乐当中，也有在约柜面前的服侍侍奉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第13章说，一个人他听得到，就像一个种子撒在好土上，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有几倍？100倍，还有呢60倍，还有呢俄别以东是几倍？60倍，好，60倍，好，他一个人，好，但是呢，上帝祝福他，让他有62个人，可能加上他的老婆，好，他们家62个人都很能干，能胜任这样的工作，所以他们愿意听上帝的道，心里明白，而且乐意遵行，上帝能够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。最后一节，好，是在所有献为献殿之用的东西都归给谁呢？示罗密这个人。这个人虽然圣经就只有记载他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知道示罗密他就是哥辖的后裔，跟摩西有关系，摩西的后代。但是他要看管的东西是重要的东西，是有历史的东西，而且是战争掳来的东西，全部都是要奉献到圣殿之用，应该都是贵重的东西。但是示罗密有没有把它贪为己有？他没有，他和他的一家，他的儿子忠心看管，直到大卫虽然死了，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到所罗门起来承接做王第4年才来盖圣殿，而这些东西呢，一样都没有少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23节，主人说：好，你这忠心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所以一个管5000，一个管2000，一个管1000。而示罗密，他不是那个1000的，他至少是那个2000的，更是那个管5000的。他能够忠心看管，以至于呢，在所罗门的期间，能够继续的将这一些的东西来献给上帝。盼望透过今天这一段读起来，似乎
很无聊，或是读起来似乎不晓得在讲什么的历代志上26章，盼望也能够帮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，认真的来消化，为什么大卫要做这样的安排？为什么这些利未人要这样的辛苦的工作？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分配？而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学习和提醒，能够有帮助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这一群的利未人，即便他们不是祭司，即便他们不是在音乐上面的服事，即便他们不是在创作写歌上面的服事，他们只是做一个守卫，他们只是看管，他们只是一个管理员，他们甚至只是一个记录者。但是上帝，你都把他们的宗族家族都记载在圣经当中，因为他们忠心在这个位置上面，以至于当所罗门的圣殿建造过程到建造完成，这些人都忠心的摆上服事。感谢主把我们放在迦南教会，感谢主把我们放在上帝的教会当中，让我们能够忠心来服事你，哪怕我们只是做微小的工作，做没有人注意的工作，做没有人要做的工作，但是在上帝的殿宇服事1日，胜似在别的地方工作1000日。宁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俄别以东，他的信心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，结出60倍、100倍的果实。让我们能够效法示罗密，成为那忠心的好管家。上帝所给我们的2000，我们要让它能够多结果子；上帝给我们的5000，我们要让它能够倍增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才干、恩赐、能力都能被主所用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